今仔日呢，我伫 Clubhouse 开始，开始野手。以早是感觉，因为我拢去台语的社团嘛，台语的房间，讲台语的房间。我惊讲我台语讲啊无啥好，会替互人骗烂，替互人嫌。但是，因为第二工就较熟嘛，就有勇气，我就带好伫便所，我就野手，人有人就甲我，互我变做 speaker， 会当讲话，我就开始开讲，发现讲其实，伫房间的人拢袂歹呢，大家拢讲话，我发现讲，我进前就是诚烦恼，讲找无讲台语的对象，无即个环境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想讲，爱安怎找啊？找家教啊，还是找安怎？爱一点钟偌济钱啊？无就是找网友。即摆发现讲，其实嘛诚济所在会当。会当互我练习讲台语，比如讲我即马用台语来讲我，今仔日发生啥物代志，安尼，互我会使鼓励家己用台语去思考。即马阁有房间嘛，房间 Clubhouse 的房间就是，就亲像讲以早的人用迄无线电，无线电伫遐，就是伫遐，伫遐甲人讲话啊。即马是用手机啊，时代无共啊。甲迄嘛足成。我发现顶头的人足侪拢无住台湾的台湾人，所以伊嘛会思念故乡嘛。有即个有即个app 啊，嘛是互人有一个机会，就是毋免开足侪钱，毋免足侪气力，就会使和台湾人安尼讲话嘛，毋免有压力，因为就是伫遐无讲话嘛不要紧，凊彩讲嘛不要紧，久啊，就有一寡人就会较熟。只要讲莫来乱呢，来推销啊，还是要来讲啥物洗脑的，无迄种乱的人啊。其实大家伫遐拢袂歹啦，就是讲大家拢感觉这环境嘛诚好，都无人会乱讲话。虽然讲有一寡人会讲华语，嘛无法度啦，就是若一个人讲华语，其他的人啊，因为平常时嘛是定定讲华语，所以大家就开始讲华语啊。反正拄着即个时阵，就莫听就好啊，就做家己的代志。无亲像讲你若讲，甲人做伙啊，去啥物场所啊，你时间就绑伫遐。变讲你若讲，有人甲话题，讲甲你无介意听的所在，你嘛只是你嘛敢若会当伫遐替绑伫遐安尼，勉强家己去听，可能阁爱笑笑安尼，笑甲诚勉强安尼。所以网络的物件是对人来讲，就是大家拢会使一边做家己的代志啊，都无啥物一定爱创啥，所以嘛是一款新型的，互人会使无遐寂寞，会使交一寡朋友。这朋友就毋免讲甲面册有淡薄仔像，面册就是讲面册人是用文字嘛，文章，所以面册人可能无介意讲，讲话开讲安尼。但是伫 Clubhouse 的人，就是变讲伊可能
就手机囥边啊，就伫遐放看有人讲话无。有人讲有熟悉就讲两句。有人若听着有兴趣的，嘛会使讲两句。算就是较熟悉朋友安尼，嘛是网友啦，较熟悉朋友伫遐安尼，看起来嘛是袂歹。这互我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讲，甲我想法转变我的想法。我迄早想讲，譬如讲我伫迪卡写物件，我就想讲，希望讲大家拢有介意我看我写的物件。但是即摆我发现讲，大家需求无共款。有人就是介意看，写一寡乱来的物件，做甜美的，像阮翁就是安尼，伊就介意讲看啥物人甲某某人啊，搁还袂开始斗阵啊，但是有迄爱情的感觉，后来斗阵啊，搁有啥物生活上，生活上搁有一寡做甜美的对话内容，对话内容，可能阮翁就介意看这。那像我即摆伫写小说嘛，我写BL 小说。其实我迄时阵嘛是想讲，为虾米大家就较无兴趣？其实因为介意看 BL 小说的人啊，伊可能嘛是有伊的需求，伊可能要看较刺激，然后看迄种伊想要看的迄种剧情。拄好我写的伊是较无耐心嘛，较无兴趣。所以我想讲，其实我都毋免去感觉讲，哪会无替人欣赏，就亲像讲Clubhouse 的人，伊若拄着伫算命册的人，伊可能无遐惯势，还是讲，我感觉会安尼啦，就是大家需求无共款。以早无遐济APP 啊，搁遐济网站，变讲大家就是敢若会当做一项代志。即摆就是讲，有对啥物有兴趣的人，就会使去做伊介意的代志。有人想要看一寡剧，伊就会使一直看。就去找伊介意的物件来看就好啊。拄好我介意写的物件，还是我即摆想要做的代志，可能无遐济人共款介意。其实拢不要紧啊。我变讲我会使其实有其他的目标。以早呢，我伫写小说的时阵，我就逐工拢心内敢若有即件代志，就是讲，我写的小说哪会无人看、无人欣赏，真郁卒。但是我即摆有别种的目标嘛，譬如讲，我嘛有去学电脑啊，学工课上会当用到的代志。我去学台语，学的其实发现讲，这世界嘛是真，毋是讲敢若有一物命尔，其实嘛是做侪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代志，无共款的作风，无共款的兴趣。所以讲，毋免讲为着讲我写的啥物物件囥伫倒位，有人反对，还是讲无啥物人有兴趣，我就实在郁卒。真正毋免安尼。上重要的就是讲，我做无一定讲爱受欢迎啦，就是讲我家己做，为家己做，搁有进步。譬如讲，即摆搁发现讲，嘛有
会使找着讲和我斗阵讲台语、练习台语的所在，就是诚济所在。